54歲可以保持到好似25歲咁嘅狀態，仲要係名副其實嘅學霸港姐，究竟係一種點樣嘅體驗？近日淡出幕前多年嘅前 TVB 花旦陳濟平罕有現身，擔任一場高端晚宴嘅司儀。當晚佢着住一襲酒紅色絲絨露肩長裙，貼身到爆嘅剪裁，竟然完全睇唔到一絲贅肉，皮膚更加係緊緻到零毛孔。網民見到張相都驚嘆，呢個邊度似54歲呀？簡直係逆齡生長。由當年金枝玉葉入面嘅宮女寶蟾，到今日精通5國語言嘅司儀界搶手貨。陳濟平話俾大家知，女人最大嘅底氣唔係嫁入豪門，而係自己嘅才華。今日我哋就嚟睇下呢位最強司儀嘅傳奇故事。講起陳澤平，大家可能第一時間諗起佢喺《金枝玉葉》入面飾演如妃身邊嗰個近身侍婢寶蟾。雖然戲份唔算最重，但佢嗰份知性美一直令觀眾印象深刻。不過大家可能唔知，佢其實係一位隱藏嘅超級學霸。佢早年喺美加留學，修讀商業同心理學。返港後仲喺中大攞埋傳理系碩士，甚至留校做過助教。佢精通英語、法語、普通話、日語同西班牙語。呢份5國語言嘅神級 buff， 令佢喺2008年離開 TVB 之後，成功轉型做專業司儀。各大名牌同跨國公司嘅晚宴都爭住佢做 MC， 錢能力絕對唔輸俾當紅一線影星。雖然陳濟平才貌雙全，但佢嘅情路就比較坎坷。佢以前先後同過船王、後人趙適賢，仲有前亞視高層盛品如傳出緋聞，對象全部都係非富則貴。當時唔少人都以為佢會順利嫁入豪門做少奶奶，可惜最後都係未能開花結果。換做其他人，可能已經好受打擊，但陳濟平就活得非常清醒。佢深知靠人不如靠自己，除咗做司儀，佢仲拍片教英文、出教學 App， 甚至出版英文教材，商業頭腦極之出色。佢用行動證明咗，就算嫁唔入豪門，佢自己本身就已經係一個豪門。到咗今日，54歲嘅佢依然維持住單身，自由自在。不過對於家庭同下一代，佢其實一早就有打算。早喺2016年，佢就大方自爆已經做咗雪卵手術。佢話當時係為咗日後做人冇做好準備，呢種咁前衛嘅諗法喺當年真係引起唔少討論。睇佢依家嘅近照，身材同外貌依然 fit 爆，嗰份由內而外散發出嚟嘅自信，真係好難想象佢已經年過半百。佢嘅生活低調但充實，偶爾更新下社交平台，每一次出現都係以最佳狀態示人。呢份自律真係令唔少後生仔都汗顏。由如妃侍婢到金牌司儀，陳濟平完美詮釋咗咩叫美貌與智慧並重。佢冇選擇喺演藝圈隨波逐流，反而靠住自己嘅語言天賦同商業頭腦，開拓咗一片新天地。由金枝玉葉嘅小宮女到今日精通5國語言嘅金牌司儀，陳濟平用自己嘅人生證明咗女人嘅價值從來唔係由嫁唔嫁得出嚟定義。你覺得一個女人最大嘅底氣係嚟自佢嘅外貌、佢嘅學識，定係佢面對逆境嗰份從容？如果有一日你都要好似佢咁喺感情路上跌過痛過，你會選擇怨天尤人，定係好似佢咁將自己活成一個豪門？留言分享你對女性底氣嘅定義。如果你中意呢類關於女性成長同自我價值嘅深度話題，記得訂閱同撳鐘仔。我哋下條片見。